嗰個好處或者係咩咧？你除咗要個技巧之後咧，你要思考，你要思考下咧個戰術啊，呢個部署啊，或者係有啲人佢玩得好嘅時候咧，佢會隱藏實力，直至到最後先顯現佢實力，咁就會贏得好多添啊，係嘛？好啦，呢個遊戲運動玩法咧，嗱，我哋每人會頭擲一次啦，拋啦，企喺嗰個發球圈裏邊。咁但係咩手法咩手勢咧係冇所謂嘅，冇所謂嘅，掉又得，碌又得，拋又得，重點就要企翻個圈裏邊就得嘅。好啦，一人一次啦，順時針咁樣去輪流去做啦。因為咧除咗開始嘅時候咧，我哋淨係擊咗對方個球員嗰個球出去咧，就完成咗局啦。咁樣點樣計分咧？就係、譬如我哋一開始又計打11分、15分或者20分，冇所謂嘅，開始就定啦。好啦，第一個開始嘅時候，譬如紅色被擊出，紅色被黃色擊出，咁點計分啊？就係、黃同綠都各得1分，黃同綠都各得1分。好啦，咁呢一個完咗啦喎，我哋下一個再開始，咁就又掟啦。跟住之後，綠色咗出咗去，咁頭先係0、1、1啊嘛。好啦，紅色而家有1分，黃色2分，跟住綠色1分。冇做嘢，冇做過嘢都有分。咁好處就係話，唔係好處係特別之處就係、你可能喺嗰個 game 裏邊，除咗其中一隊係冇做過嘢，冇做過嘢即係冇表現，冇擊出，都贏。因為咁樣嘅結果就去到尾咧，佢可能2個紅黃互相廝殺，但係綠色因為人哋覺得佢弱隊啊，所以佢冇被攻擊。咁你紅黃互相廝殺就去到尾嘅時候咧，其實將綠色打上嚟，綠色到最後一下咁就贏咗啦，或者冇喎，紅黃綠一齊贏，好多時都係。咁就係你玩嗰時候要思考，或者係你嗰個手感嘅問題。好啦，再下嚟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喺嗰個遊戲嘅 game 個過程裏邊，我哋淨係攻擊啊嘛，其實有防守。譬如你掟人哋，淨係攻擊嘛，係咪？攻擊。其實我哋可以再轉一個變化咧，我哋留一個波或者留2個波喺你嘅或者人哋嘅附近。譬如果綠色掉紅色嘅時候，如果有個波喺佢後邊，即刻難好多喎。因為咧，我哋呢一個面積細啲噶嘛，同埋個重量嘅啫。咁樣掟嘅時候咧，比後邊個逼合住咧係難好多。咁當然呢一個可能係唔識嘅，因為自己保護自己，係嘛？你可以掟一個，留2個波喺裏邊，你唔一定要掟，你可以留咗個波喺度，做一個防守。當然呢個變化咧，係你玩熟咗啊，或者你個手感好好啊，你可以留波落嚟。開始嘅時候就喺度淨係攻擊啦。當你熟咗嘅時候，你可以再玩流波，玩嗰個防守嘅策略，即係唔一定一開始就係咁掟攻擊人哋，因為可能去到某個階段嘅時候咧，大家都係好叻，掟得好叻，咁就要個防守咯。咁除咗呢個之外咧，其實仲有嘅，我哋可以再加啲嘅卡 game 嘅功能，即係轉向啊、罰暫停啊咁樣。呢個當然唔講住啦。好啦，嚟到呢度有冇